好，来继续来看，这是去泡温泉，竟然脚去有铁钉啊插架，流血流滴。那这是发生什么代志呢？原来这位黄先生带着太太甲查囝到苗栗一间温泉会馆去浸温泉，咧帮查某囝吹头毛的时阵，伊脚所搭的涂骹帮啊，突然间落落，伊的脚抓去有铁钉啊插着伤。伊的太太事后来发现讲，这间温泉会馆伫8年前，嘛因为设备有欠点，致使一个男子为房间的窗仔门摔落山坎死亡。讲因这已经不是第一届出代志了，所以决定要甲因告。擦地板规片落落，互大面上的黄先生伊的脚掌、脚裆去铁钉啊，拄到流血流滴，边个查某囝惊甲伊伫大声哭。我脚踩下去，结果扎到。你先那个，我先上找，流很多血，而且是铁钉扎到黄先生规家伙啊去苗栗泰安洗温泉，伊替查某囝吹头鬃吹到一半，擦地板汹汹落落。可能角度跟力道踩下去的时候，他滑脱就会冲脱出来，所以他才会滑下去的时候被铁钉扎到。其实它是有固定的。业者强调是意外，不过黄先生的太太尾仔伫咧网络顶调查，发现这间温泉会馆8当前慢慢因为房间的窗仔门无倒玻璃，互一个要替查某囝翕相的爸爸为房间摔出去山坎死去。当时各方调查出是违建，已经停止使用。即摆意外，黄太太认为温泉会馆不是头一摆发生意外，设计和管理拢有问题，决定要改革。将钉子裸露出来哈，那所以这一部分虽然以往来说并不是在我们稽查的项目内，但是未来部分我们会要求业者就这部分要特别来加强维持设施的完善性。负责管理的县政府文管局强调，会派人去了解，若确定是温泉会馆的问题，一定会要求业者改善。